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Lisa的台语教室，我是Lisa。今日咱要来教的呢是色水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我想要先甲大家报告一下，Lisa频道的会员制度呢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斗支持一下，多谢。娃娃 TV。讲到色水，咱头一个会想到的应该就是坑啊。坑呢有7种色水。咱即摆着一种一种来介绍。这坑上顶悬的色呢是红色，红色。刷落来一个呢是柑仔色，柑仔色。过来呢是黄色，黄色。后一个呢是青色，青色。过来呢是蓝色，蓝色。后一个呢是紺色，紺色。最后一个呢是橘仔色，橘仔色。红色、柑仔色、黄色、青色、蓝色、紺色、橘仔色。这7个呢就是坑的色水，大家爱记起来哦。伫咱生活当中咧，阁有足侪色水的，亲像猫形咧，就是黑色甲白色的，黑色、白色。好，桃仔咧是粉红仔色，粉红仔色。海猪咧是朴色，朴色。刷落来咧是咖啡甲巧克力豆的色水。这叫做咖啡色，咖啡色。后一个呢是黄金的色水，黄金呢是金色，金色。10块呢是银色，银色。好，安尼咱来甲较大所有的色水拢来复习一摆。红色、苹果、气泡拢是红色的。柑仔色，柑仔、林锦是柑仔色的。黄色，金蕉、檸檬、旺来是黄色的。青色，草仔、大同仔是青色的。蓝色，天顶是蓝色的。紺色，警察的制服是紺色的。橘仔色，橘仔、葡萄是橘仔色的。乌色，乌鸭、夜婆是乌色的。白色，鸡卵、白粉饺、白饭拢是白色的。粉红仔色，桃仔、猪仔是粉红仔色的。朴色，海猪、鸟鼠仔是朴色的。咖啡色，咖啡、巧克力豆是咖啡色的。金色，黄金、元宝是金色的。银色，板仔、菜刀、汤匙仔、签仔拢是银色的。好，其实除了较大介绍的这几个较基本的色以外呢，伫台语内底阁有一寡甲柑仔色、橘仔色、咖啡色同款是用物件落去和的色水，亲像鸟鼠仔色、地瓜色、鸡仔色、肉色、米色、牛奶色、草仔色、水色。这色咧，拢是互人一听就知影是啥物色的色啊！安尼有简单无？若是你嫌麻烦嘛，无要紧。其实记基本的色就有够用啊。好，以上就是一寡色水的台语，唔知影大家拢较介意啥物款色咧？拢欢迎留话甲我分享哦。我是Lisa，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介意我影片的话咧，莫忘记帮我按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未订阅观众朋友咧，嘛要记帮我试下订阅咧，去拨 QP 小铃铛，安尼可能收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嘛，要记Lisa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
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起加赞的哟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